书。我要建立一群大练勇士，一群充满热闹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正做好你的基体，伫你圣行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练勇士，充满热闹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正做好你的基体，伫你圣行的国度。咱等下要念的是讲主啊，兴起复兴教会，吼，咱搁做伙三角来念，来学了主。我要建立一群大练勇士，一群充满热闹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复兴教会。圣行的国度，搁一届来。我要建立一群大练勇士，一群充满热闹的勇士。伊要靠我的灵去传福音，搁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复兴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正做好伊你的基体，伫你圣行的国度。搁一届人，主啊，兴起，复兴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正做好伊你的基体，伫你圣行的。搁一届来，主啊，兴起，兴起，复兴教会，互阮靠你来坚固。正做好伊你的基体，伫你圣行的国度。愿主兴起咱复兴教会，咱昨已经有举行完成咱明年度的事工的研讨甲计划。感谢主，咱伫中间有真侪意见的发表甲讨论，愿这所有整合这的意见成做咱明年度咱向前跑走的目标。搁来用荣耀的呼召，愿咱每一人来到今仔日来到圣殿，拢是主荣耀呼召咱来到伊的圣殿。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高杆直跑，将自己献上。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圣经讲，咱着用所采标直直来跑走。华语叫做说，华语是向着标杆直跑。愿主帮助咱每一日拢有咱的标杆通好直跑，每一日咱有咱爱达成的目标，安尼才有法度活出咱人生的意义，嘛，互咱活出做基督徒的意义。咱搁做伙三角来吟，将自己献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当心来祈祷，天堂的主，我陪伴我的心，我们挖靠主你的圣主名，挖靠你宝贵的圣灵在我的心中来带领引带。我知，我相信，我嘛知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佮相信你有对死过我，我相信佮承认你是我的救主，帮助我，互我献就家己，诚做活我的芳的祭，来互主你欢喜。我诚做圣洁贵重的器具甲器皿，求主你来使用我，互我诚做你福音的帮助者，嘛诚做教会事工的侍奉者，嘛诚做同心合意去做圣殿的信徒，帮助我献上我的祈祷，我嘛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献伫主你的面前，嘛献上我的心来学了你，感谢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这个礼拜已经要开始，咱做伙来唱会前的诗。早起
请咱将电话关机，也是禁声，避免恬静的心来听福音正声。正直的人，伊的真实要引带伊；奸诈的人，伊的乖僻要败害伊。大受气的日，钱财无利益，只有公义会救人脱离死亡。请咱起立，齐声来吟两解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请咱悠然徛立，这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达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流比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上公告，圣神上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并非圣诗后面第999页，启应文第2，嘛是诗篇第1篇。
我客请兄弟来应，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亵渎者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袂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伫看顾。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爸，讲有就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伫天地混沌还未成形以前，你的灵运行伫水面，伫黑暗深渊的顶面，你讲，就有光。自迄当时，天地还未分开，阮存活的世界还未有开阔的空间以前。感谢主，阮就大声有主的光来光照阮，甲其他伫地上生团的万物。种子待伫土里，因为是有光照，才会互伊吐意补芽。树木大丛，总是枝叶是按照光照的方向来生长。有主光照的所在就有生命，有主光照的所在就有真理，有主光照的所在就有道路。总是，阮伫主的面前，毋是完全清气、无垃圾的人。阮的罪性，互阮伫主的面前毋敢举头，反倒时常感觉见笑。阮欠缺教义的气力，会当抵挡撒旦的引诱，常常用歹的念头来看别人，嘛常常伫人后行无好的行为。阮的喙无爱讲诚实、良善、对人有帮赞的话，反倒时常因为心内的骄傲、私欲、甲怨妒，故意恶毒批评，世界损害别人的好名声。恳求主会赦免甲接纳，光照阮心内的黑暗，使阮诚实的气力，互阮无搁替撒旦留后门，替阮家己的罪性找出路。阮甘愿伫主的面前承认阮所有的过失，互主的阳光照入阮的心内，将阮心内所有的歹念头一尽扫除。恳求主帮助阮，光照阮脚前的每一步，互阮的性命有主的相伴甲引带，袂搁再迷失。袂搁再伫主的面前感觉神虚见笑。阮安尼恳求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救赎万平安，阿门。圣歌队献诗，上帝平安的约。
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今日的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请兄弟编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新约第432页。腓立比书3章12至14节。安尼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的。我继续直直走，望望通得到赏。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话名。圣经读到这，下面咱请本会林义官牧师为咱证道，向着标杆直跑。标杆跑走。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他拄仔圣歌对所吟的这首歌《上帝平安的约》，上帝平安的约已经甲咱大家做伙伫地，永远徛起伫咱的心中。虽然伫咱的人生的路途有遮的艰难、坎坷崎岖，总是上帝伊互咱伊的神甲咱同在时阵，互咱的心无挂碍，会当按着头前所插的标来迈进。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组织阮众人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当阮会当伫圣殿、伫主你的家内面，这是何等的福气，是何等的欢喜平安。求上帝，你互阮的心，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时阵，阮会晓得来找求见你的面，将阮人生所有的重担、劳苦、忧愁、操烦，拢会当放下伫主你的面。恳求上帝，照你的旨意来成全阮每一个人心中对主你的恳求，也将阮独行教会交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日子来到伫11月份，就表示今年2025年要将近一个尾声。11月份有感恩节，也就是伫后礼拜，也提醒咱感恩的这个功课。咱会晓对人来感谢，嘛会晓对上帝来感谢。歌罗西书第3章17节安尼讲：凡所做，或是讲，或是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咱做伙来读：凡所做，或是讲，或是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华语我们一起读一次：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咱做啥物，讲话也好，行代志也好，咱拢爱会晓来感谢爸上帝。伫昨教会举行2026年的教会事工研讨会，这是教会一个真好的传统。牧者同工做伙来思考、研讨、共识出咱独行教会未来的方向甲目标。为什么教会较重伫明年2026年的研讨，更胜于2025的检讨？好，咱无开讲2025年的检讨会，咱是开2026年的研讨会，因为教会是头前伫咧迈进的一间教会，这表示教会是向前咧行。
基督徒的生活嘛是有目标，就是每一个礼拜日拢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上帝。用礼拜正做一礼拜的开始，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讲，往着目标安那直走。今仔日这段经文是保罗写予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批，勉励信徒爱专心一项事，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一个目标方向，伫咧跑走，咧向前奔跑。人的年岁、年日嘛同款，拢是往头前伫咧行。林志平教授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岁月使人的皮肤起皱纹，但是如果人失去了热情，就会让我们的灵魂起皱纹。好，年岁互人的皮肤起这个撩痕，总是人的心灵若失去一个热情，无论是对事对人也好，对你的目标也好，若失去热情，人的灵魂，你的内在就会起这个撩痕。我感觉这句话真有意思，值得咱来思考。咱对咱的生活、学习、工作、服侍，敢有时时保持一个热情？然后，这个热情到底要怎样来产生、跟持续？如何产生跟维持？我想，一个人伊对一项事，伊的生命的一个热情的产生，是对伊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甲一个使命来，有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调查，将人一生的岁月的时间来做一个分类。结果，这个调查安尼讲，伫人的一生的中间，一个人伫咧食饭、啉水的时间有6年，身躯穿衫有5年半，人的工作有11年，伫学校伫咧上课有3年，然后看册3年，你咧佚佗差不多有8年，游山玩水差不多有8年，你咧困差不多有24年，你甲人伫咧讲话、人际关系、交陪差不多有3年。总是人伊开伫敬拜上帝的时间到底有几年？咱摇看卖，到底几年？花在敬拜神的时间有几年？答案是6个月。所以对这个分类的数字通看到，人的一生为家己来活的时间，比为上帝来活的时间较多。人的一生为自己来活的时间，比为上帝来活的时间更多。总是咱看到保罗的生命，伊讲：我活的是为着主来活。咱诚做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基督徒的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学习基督、军队基督，诚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学生对师傅学生爱军队师傅，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咱要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性命。咱来看保罗，伫伊生命得到改变的进程，伊是一个伊是个名叫做扫罗。伫迄个时阵，伊真骄傲，伊迫害基督徒，对敌教会，抵挡主。迫害教会基督徒，总是伫一天，伊前往大马士革要掠基督徒的时阵，伫迄个时阵有一道光照伫伊，将他击倒。然后伫迄个时阵，伊的目睭无看到。伫迄个时阵，伊听到耶稣咧对伊讲的声，所以对迄个时阵，伊开始归信主，开始改变伊的生命来得到改变，诚做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所以伫腓立比书3章第8节，伊讲：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上宝贝，为着以我放下一切，
看万事做什么？做本色，是为着要来得到基督。我先前以为与我有利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为了主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咱看着保罗伊生命的目标，这样强烈，当伊拄着主了后，伊愿意将伊的一切拢放下，把地上的万事看作本色。伊就是将主来看作伊上宝贝。所以咱看到保罗伊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来明白耶稣，效法耶稣。保罗用伊全部的快乐，按照伊这个目标伫咧努力。所以这嘛来提醒咱，咱无应该互生活中间任何会搅扰咱、阻挡咱来明白耶稣基督甲主建立关系这个物件来阻挡咱。咱来将遐的物件来甲伊刷开，想办法来甲伊转移阻挡，刷开，才会阻挡我们来明白主、亲近主、军队主的物件。所以透过今仔这段经文，互咱感觉讲啊，有一个运动家的精神，专心一致。所以，即使咱若分心了、退后了，咱就袂当得到最后迄个奖赏。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勉励咱着目标直直来走。兄弟姊妹，咱来想看嘛，咱的目标是什么？对这段经文提出3点。第一，就是咱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意思就是讲，咱伫这条信仰的道路，咱不断伫咧学习，不断伫咧求进步、求成长。有一句话安尼讲，每一个基督信徒拢是伫咧成圣的道路，无有一个人讲我已经得到这个，已经完全成圣啊。咱每一个人拢是伫这条伫咧学习、伫咧修正咱生命的这条道路，所以咱唔通掠家己做我已经捌耶稣啊，我已经得到救恩啊，我有来教会做礼拜就好。咱伫信仰的道路，咱的确着继续追求对上帝、对真理的认识甲体会，常常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来找问、求问上帝。咱所要问的是什么？咱伫每一日求主来帮助咱省察咱的内心。今仔日我有得罪上帝也无？我有得罪人也无？今仔日我敢有好的言行行达？今仔日我敢有好的情绪脾气？今仔日我敢有对主你来感谢阿乐？今仔日我敢有甲主你来亲近敬拜你？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仰是互人哪来哪谦卑，人只有伫谦卑的中间，才会当来见到上帝。所以我们不自满，我们谨慎警醒。第二，咱袂记伫后面的事，拍拼来追求头前的事。我们专心看前面，绝对不回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袂记伫后面的事，伫遮要甲咱讲什么？检查伫咱的人生的路途，咱拢有侪遮的拄着艰难，或者是拄着遮的伤害等等。当咱真做主的囝儿了后，咱拢通伫主的面前，将遮的事来甲伊放下。因为如果咱的内心常常互埋怨、怨恨、遮的不满、比较、计较等等，遮的心思意念来充满伫咱的内心的时阵，咱心未清气的时阵，咱无法度来见到上帝。八福甲咱讲，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要怎么样？他要见到上帝。
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的内心常常透过祈祷的中间，将这个本色来甲这个垃圾来甲清去互掉。所以咱专心看伫头前，袂记得后面的事。伫希腊文通常用伫一个咧奔跑的人、咧赛跑的人，用伫这个人的心上。当一个咧赛跑的人，当伊超越一个人的时阵，伊袂当一直咧看这个人，伊就要将他对伊所超过这个人，来甲放袂记去，甲迄掉，然后伊只有将伊的目睭看伫佮有头前迄个人，迄个选手，伊绝对袂当回头。伊本来赢，伊佮回头，伊速度就减慢，就会变慢。有一首歌，真侪人伫主日学的时就会晓唱的，叫做《向前走》。吼，安那唱？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理想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真简单，这个旋律不断伫我主日学几十年、数十年之前了。伫我国小的时阵，主日学老师就教我唱这首歌，这首歌永远伫我的心中。咱做伙来吟：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理想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可见一首歌会当烙印伫咱的心中，无伴奏，干那字幕尔。咱也毋是讲唱真侪摆，为什么大家就会当安尼声同合一，音乐就出来了？这是上帝互人，特别互咱基督徒、互教会真奇妙、奥妙的一个礼物，就是咱会当透过吟诗，将上帝的话甲伊吟出来，嘛会当将咱的祈祷甲伊吟出来，嘛会当将咱心中温暖真久对上帝的感恩，或者是咱心中久久已经袂记一个欢喜、快乐、平安、真理的话语来甲伊吟出来。所以透过歌提醒咱上帝的恩典伫咱逐人的心中。第三，咱来按着目标，直直来走。这直直来走，台语讲直直走，就是讲咱奔跑就要向前，然后是继续要有方向，不能停下来。所以咱要怎样来看一个目标？保罗讲，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标，我继续直直走。伊伫信仰这条道路，伊毋是讲我已经得到啊，伊继续伫咧明白耶稣，继续伫咧跟对耶稣，继续伫咧学习耶稣。所以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者是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追求，竭力就是尽伊所有的困难努力。保罗对的目标，伊的态度就是努力追求，竭力追求。咱感觉咱一生的目标是什么？咱看重什么？咱意爱什么？迄个就成做咱的目标。所以目标通讲嘛是咱的一个价值观。有人用价钱买物件，总是价值
毋是用金钱所会当来买到，或者是计算。人用价钱来买东西，但是价值不是用金钱所能够计算的。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当咱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了后，成做基督徒了后，咱应该有甲以前无同款所咧追求的这个目标甲价值观。萧伯纳伊讲，人生真正的喜乐，是当人感到他正在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活。人生要有一个真正的喜乐，是人会当感觉到，伊伫咧为一个伟大、一个真清楚的目标伫咧生活。咱拢知影，非洲之父李文斯顿，一个到伫非洲去宣教的一个伟大的宣教师，伊是一个英国人。伊讲：我的一生除了解救人的灵魂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我将全力朝此目标来装备自己。伫我的一生中间，除了要来救人的灵魂了后，我无有第二个选择。我尽我的全力，按照这个目标来装备家己。有一届，当伊要报名来参加一个海外的宣教的这个宣教事工的时阵，这个负责宣教营的这个负责人就问伊讲：李文斯顿，你想要去倒位宣教？要互伊选？李文斯顿伊安怎回答？伊讲：去倒位拢无要紧。我只要向前来行就对，去哪里宣教都无所谓，我只要向前走就对了。你想要去倒位宣教咧？伊讲去倒位拢袂要紧，我只要向前行就好。这个向前行，有一种怀抱着希望，有一种愿望。有一种信心的仰望的一个心态，伊嘛就保持着一种无惊吓、无忧虑，因为伊知一切需要天父主人的陪伴。圣经甲咱讲，咱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就会加添给我们。咱只要向前行，咱唔免挂碍，唔免忧虑。因为头前所需要一切，上帝已经替咱备办。咱要会记住10月19号，咱去倒位耶和华礼拜，西塘教会。好，咱来个回顾一下，西塘教会有几年的历史啊？152年。好，咱笃行教会几年？68年吼，伊算咱的阿妈级啊，吼，阿祖级啊，吼。来，咱阁会记住，这间教会是啥物人设立的无？哦，真好！所以咱这届耶和华礼拜结合了客家的文化，也结合了宣教历史，所以互每一位参加的人，拢得到心灵顶面真大的感动甲提升。咱拢知影，这个创设者马偕牧师。伊是用行路去到西潭教会为淡水迄个所在，一站一站行。伊不畏艰难，无惊迄个困难，无惊吓迄个困难。伊有困难，总是伊想办法去克服、去突破。通讲就是一个打死不退的精神，一步一步翻山越岭，为着就是要安怎，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伫遐来建立教会，所以教会向前行，毋是干那一个想法，嘛毋是一个行动尔，毋是一个口号尔。咱知影无？西潭教会伊的设立是伫1873年10月10日，伫迄个所在第一摆的礼拜。因的礼拜是用啥物所在礼拜？是一间真简单木造铺茅草的教堂。所以咱伫10月19号去遐，拄好呼应因第一摆礼拜是10月10号，
若讲到这个历史的日子哦，咱嘛是10月份，透过这个10月份，咱到伫迄个所在，伫遐来缅怀，伫遐来思考，伫遐来纪念，伫遐来检测咱看袂到150年前是生做啥物款，总之伫遐，互咱点点滴滴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会成做咱一个奉献的心志。所以咱看到西方教会伫遐徛起真更长起来真水啊！总是如果伫152年前，马偕博士伊无坚持，嘛无今仔日的西坛教会，同款咱的独行教会，68年前设立这个创设的这个信仰的前辈，若无坚持，包括这个建堂这个等等的过程，若无坚持，咱嘛无今仔日。所以，这就是一个袂记这后面向前咧行，用这个建筑，用这个教会的起造，伫咧甲咱讲，若无真灵神辈的坚持，无今仔日；若无向前行，就无今仔日。所以，这个向前行，毋是一个口号，毋是标语，是一个信仰的实践。毋若脚步向前行，咱的心、咱的意念、咱的想法。嘛爱向前，无搁再堆念过去，或者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嘛无搁再紧抓过去好的经验、无好的经验，或者是伤害。教会应该学习保罗的精神，袂记得后面的事，努力打拼，追求头前的目标，专心按着目标直直来走。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迄个未来。未来，我们把它拿到现在来做，这就是教会的目标。所以，这个未来是教会应该要去勇敢、去努力突破、培养、建立、发展的。咱的未来，咱感觉教会迄个未来是什么？当然，这个所在，每一个人拢是成人，有几个青少年吼。咱的边这个青少年，这个少年家，伊就是教会的未来，伊就是迄个未来。在这个时阵，咱伫遮礼拜，伫咱的顶面的4楼有一群囡仔，啊，伫迄个另外幼稚园那边有幼稚班，这个就是咱的未来。咱要怎样来疼惜因，为因来开创未来，到用伫现在，所以当来甲因装备训练。的迄个时间、机会、场合，这就是咱的未来。咱若无做，10年后，咱嘛犹原只是安尼尔。总是只要有开始，就有结果。小小的开始，它就会大大的不一样。有一句话安尼讲，这句话对我本身有一个真大的鼓励。伫昨的研讨会，嘛伫中间有做分享，咱做伙来读。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不一定能在我们的一生中来完成，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有盼望，来心安。检测咱即马所做的迄个未来，检测有的人伫人生伊搁在伫即个有生之年，检测无一定看会到，总是。用属灵的眼光，伊看会到，然后会当保持时时保持迄个愿望，也感觉心来得到平安，安尼就好。咱用这首歌《恩典之路》来回顾上帝伫咱过去一年的中间，怎样一步一步伫咧引带咱，也伫未来的道路，2026年，伊嘛犹原一步一步伫咧带领咱。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舍，
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这时阵，我要邀请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将你伫今年你所行过的路径，一站一站你来回想。主怎样伫咧扶持帮助你，到达伊的手慈神爱所在牵引着你。未来的道路看袂到迄个未来，伊悠远照过去迄个疼伫咧引带你的道路。所以若安尼，这个信仰的逻辑，咱来启示，咱就免惊，毋是吗？过去安尼，现在安尼，未来嘛是安尼，安尼咱要惊啥物？我们要惧怕什么？这时阵邀请咱将咱心中惊吓也好，咱的信心也好，咱的仰望也好，咱甲上帝祈祷，然后咱嘛将咱的目标放伫咱的祈祷的中间，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伫新的一年，咱为家己来设立一个新的信仰的目标。咱嘛为教会来祈祷，互咱的独行教会全体，伫新的一年有无共款的一个气息伫咱中间，咱同心开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啊，伫阮的中间，阮要将阮的道路仰望。主啊，互阮一步一步行主你的道路，互阮继续按照所查的表来迈进。主过去你怎样来扶持帮助阮？现在过去未来你永远安尼伫咧帮助阮。感谢主，感谢主，你会听伫阮的中间，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主爱天父上帝，感谢你一步一步伫咧引带阮每一个人人生的路障。伫过去你怎样引带阮？伫现在、伫未来，你永远是安尼伫咧引带阮。互阮搁一摆将阮人生所看路的、所劳苦的、所惊吓的，阮主你来倾心吐意。主，互阮搁一摆会晓得要怎样来成就上帝国甲上帝义。上帝，你就将阮所需要一切来赏赐互阮。主，恳求你检查阮的祈祷，无一定是照阮所求来行。这是主祈祷，是要互阮学习来照上帝你的旨意来行，互阮有安尼的一个信仰的认知，互阮有安尼的一个信心。阮知主你一步一个引带阮，互阮无论伫高山低谷，互阮拢仰望上帝你的恩典。献上我的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请咱起立，做伙来唱回应的诗，圣诗303首。主，我要学罗你。
我要保佑你，奇妙我款耶，阿利为生命。主，我要服侍你，尽心尽意，对你要做着一生的喜乐。阿利路亚。请坐。下面，请建中执事甲雅安执事担任今仔日的奉献。伫报告的大声，请咱兄弟先编开周报第3页，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才读2遍。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腓立比书3章13节，这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腓立比书3章13节，搁一解，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腓立比书3章13节。周报第2页甲第3页是刊登咱主日礼拜甲本周聚会表，以及礼拜的事奉表，请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注意。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咱已经伫11月2号伫临时和会中有补选长老2名，执事3名。详细内容刊登伫周报。
本会消息，第一点，后一个主日是感恩节的主日礼拜，咱邀请兄弟全家来参与教会的礼拜甲感恩奉献。第二点，11月19日，祈祷会咱会特别为和平小组、可爱小组来代祷，欢迎兄弟甲咱特别为这两组祈祷的小组员拢会使来参加。第三点，11月23日下晡4点，关怀部伫1楼副堂召开关怀小组长的会议，咱邀请所有关怀小组甲副组长来参加。第五点，社青团契选举的结果是明年的会长杨雅婷，象歌队选举的结果是由王明仁长老担任队长。第七点，2026年咱的月历有2款，这2款的样品有展示伫咱1楼的公布栏头前吼，有意愿要采购的这个兄弟会使到办公室登记，交纳费用，登记的时间到11月30截止。第八点，咱每年的圣诞歌，兄弟若有要采购的兄弟到办公室登记，交纳费用，日期登记嘛是到11月30截止。第九点，咱杜新小提琴班目前咧招新生，练习的时间是每一礼拜日暗时6点30，伫5楼的副堂上课。咱报名的兄弟有经验也好，无经验也好，拢挺好报名。咱有意用要学这个乐器的兄弟，会使咱办公室来了解内容。第10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本周的进度刊登伫周报内面。关怀协会消息第2点，咱协会目前征求志工来负责这个电话问安，时间是每一礼拜是上午的时间到教会来办公室来协助。咱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意向的兄弟会使甲罗宇执事来致接。周报第5点，妇女团契本主日上午11点伫1楼副堂聚会。因为伊的主题较特殊是手作的手机带编织，需要准备材料，所以咱有礼拜煞有要参加的兄弟会使会长来报名，互伊方便准备这个材料。咱也非常欢迎客友会使踊跃来参加。第2点，妇女团契11月30日12点伫上海区举办年末聚餐，有意愿参加的，起码咱会使罗宇执事报名来交纳费用。本主日上午11点到12点伫4楼副堂有举办亲子悄悄乐，有准备午餐，咱欢迎小朋友也是亲子同齐来参加。第3点，社青团契本主日上午11点20伫5楼的副堂有聚会，欢迎客友踊跃来参加。咱跳对第6点，上年团契的第2点，11月26日上午11点30，上年团契伫豫园花园酒店温莎咖啡厅有年末聚餐费用是刊登伫周报内底，咱有意愿报名的兄弟，郭芳玉执事也是林国云兄报名。第3点，11月19日上午9点，
上年团契伫即个草港城国际美食馆有举办即个敬老祭及庆婚感恩礼拜吼，举行即个餐会，特别是中会上年部要来表扬即个结婚50年、55年，或者是60年以上的夫妇的客友，咱邀请兄弟会使来报名时间到今日11月16日截止，吼，咱下面即个关怀甲会友动态的部分，咱较等请林牧师特别为咱来带导，迄则是欢迎吼。咱请看周报第6页甲第7页是分别刊登伫咱顶礼拜的即个收支月报表，跟咱兄弟奉献吼。阵拢若有楼顶、5顶的部分，请兄弟财务部长来反映。下面咱请林牧师为咱今日新的朋友甲咱会友有特别需要带导的事项，来为咱祈祷。大家平安。伫遮咱来恭喜赵令吉牧师已荣任联合大学中区校友会第10届的会长，定伫12月6号要伫草港城来就任典礼咱请赵牧师是毋是伫咱的中间，咱甲伊拍拍，甲伊恭喜感谢主，感谢主。再来咱介绍黄豪姐妹黄豪老师也是林珠姐的妈妈，过去伊的姐姐叫做黄华，咱有印象就是黄豪老师的姐姐，甲姐夫过去拢伫咱的都行教会真欢迎黄豪老师来伫咱的中间，请坐。搁一位李玉兰小姐，我们欢迎你。咱敢搁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好，下面咱伫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带导，为着咱的集体，为着咱的教会遮的事，咱做伙安静伫主的面前，咱同心来祈祷，咱嘛会当为着咱家己心内郁闷，或者是咱所遇到的艰难，其实伫咱的集体中间，嘛有真侪遮点彩。真低调，无愿意互人来知，遮的兄弟姊妹因所遇到的艰难，厝里的人因的身体拄到遮的真危急艰难的遮的事，咱为着咱所知，咱就伫咱个人的中间来为着因祈祷。主爱慈悲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凡事豆豆看路的事，拢放在伫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阮至好的朋友。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互阮的劳苦、忧愁、烦恼，透过祈祷，拢一一摆列伫你的面前，就互阮的心会当来得到平安。当我们为着阮的独行教会来祈祷，2026年的曙光研讨会伫昨来圆满进行。主啊，互阮教会按照头前所采标来迈进，无论长老、执事、团契，才会同工、会长、首长，互阮每一个人拢按照所采标来迈进。伫遇到艰难的时阵，互阮会晓得来伫主的面前来找求上帝你的心意，互阮无体贴人的心意，赢过体贴上帝你的心意。主啊，互阮搁一摆。会当来明白，什么是主你所欢喜，什么是主你所爱阮来做。求你保守阮独行教会，行伫主你真理的道路，会当伫这个家庭大家庭的中间，有耶稣基督的疼，伫遮熬服务人，熬招呼人，熬款待人，熬陪伴人。主啊，感谢你，学了你，我若要为着阮的集体中间。有遮会遇到身体病痛、心灵郁闷，遮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无论是有提名无提名，
祝你拢纪念。伫遮我们为着素珠吴素珠姐妹、陈玉秀姐妹、林伯正兄、施林明月、胡金明、陈立曙长老等等，最遮的兄弟姊妹，主啊，辛苦会病痛，有时也影响到因的情绪、心灵，甚至有时是对主你的心。恳求上帝你来帮助，互阮伫艰难的中间，哪坚信主你，哪倚靠你，因有最遮的信仰的前辈，因亲像云围围伫阮的身边，因是信仰的见证人，因做出互阮看，阮着坚持伫主你的信仰的道路。主，阮阁一摆，也要将阮最人因的心艰难、郁闷、忧虑。主啊，你的话甲阮讲，凡事就交托，一概不要忧虑，因为主你已经为阮迄个明仔载来准备，一日的艰苦，一日担就到遐。主用你的话来安慰夫妻帮咱，互阮都行教会的信徒，互阮的心勇壮起来，互阮的脚也勇壮起来，双手也勇壮起来，会晓愿意为主你来做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这时阵，咱要做伙来行平安礼。伫行平安礼的时阵，毋望咱兄弟姊妹会当咱的边啊，方便的遮邻近的遮兄弟姊妹因来请安。咱大家起立，咱做伙来用主的听彼此来请安。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爱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做伙来唱袂变是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望，我也紧来行。恳求你叫我多多动容，我也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说请坐，默祷请电乐结束了，咱才离开。